Hello，各位好嗱，今日咧想同大家講一講呢一單嘅新聞啊。咁啊，最近咧其實喺呢個 Threads 嗰度咧都鬧得熱烘烘啊。咁啊，呢一個 post 咧就係喺一個叫做黑校長暗室2.0啊嘅一個 account 嗰度咧睇到。咁呢個 post 好犀利啊，17萬人瀏覽。咁所以咧今日都同大家睇下呢一單嘅新聞。啊，我自己睇到咧都幾震撼啊，因為咧入邊咧呢啲嘅內容咧，都係非常之嚇人嘅，同埋嗰個嘅指控咧都幾實在。坦白講句嚇，咁但係講落去之前咧，有兩樣嘢咧一定要講一聲嘅。入邊所有嘅內容、所有嘅資訊都係根據翻呢一個嘅account 入邊黑校長暗室2.0入邊咧所講嘅資訊嚇，即係我最多咧就係一個分析或者評價啊，又冇任何嘅額外資訊補充。第二就係佢入邊咧提到有一啲人名，甚至乎有相嘅啊，所有嘅內容咧。嗰個嘅原則咧，大家自己可以去睇、去諗，相信與唔相信。咁亦都當然啦，入邊所有嘅資訊咧，疑似就係有一啲嘅，我相信應該係在職或者曾經在職入邊嘅教職員咧去提供嘅。咁另外嗰一方嘅資訊到底有係咪有一啲嘅錯漏，或者有一啲不同咧？咁大家自己去衡量。但係我睇到呢啲資訊咧，相當震撼，所以今日咧同大家去分享。好啦，嗱咁呢一個啦，黑校長暗室2.0入邊講講啦。呢一個嘅校名就係啟思幼稚園馬灣，校長就係呢一位嘅小姐啊。咁罪名係咩咧？咁樣一陣依家同大家逐點去講啦。第一就係向 EBD 咁就係講緊呢個即係教管局啦。隱瞞真相，嚴重超額收生。每逢教育局督學嚟巡查嘅時候咧，校長就逼所有人封口，刻意隱瞞開興趣班同埋其他活動嘅真相，仲嚴令老師咧唔可以出聲。最離譜係學校為咗賺錢，嚴重超收。法定全日班咧其實係上限17人嘅，依家咧夾硬執到佢30人，完全無視學生嘅安全同埋利益。咁財政咧黑箱作業，亂簽收據，涉嫌做假帳學校嘅數咧完全唔透明嘅，校長買嘢咧報假數，資助去向不明，成日作埋啲古怪藉口，夾硬逼啲老師咧喺啲古怪或者虛假嘅收據上面簽名。哎呦，啲專項嘅撥款咧根本冇用落啲學生度，涉嫌造假同埋欺騙教育局，刻意扣減茶點費細路嘢食都慳，剝削兒童嘅福祉。學校每月收每位家長200蚊茶點費，呢個數字我可以證實嘅。但係咧就俾細路仔食嘅嘢咧就少到好似餵雀咁樣，例如幾個人分一個細條嘅蘋果。全日班啲細路咧唔夠飽上添食咧，仲會被佢減添成日叫肚餓，啲茶點經費明顯被刻意扣減或者挪用，連細路食落肚嘅錢都慳，直情係無良。請幫推廣宣傳。咁呢度咧就佢就貼咗呢一個嘅校長啦嗰張相。OK， 好啦，再睇落去第4點啦。廁所冇水沖，冷氣壞，學校設施咧係爛晒嘅都唔整。試過成個星期冇水沖廁校長居然完全唔理衛生問題，逼啲學生咧同老師咧用水桶裝水，人工沖廁，極度反智。夏天冷氣壞又唔整，冇整成個禮拜，啲細路咧熱到病佢都懶理。廚房得一個人返工嘅啫，人手嚴重就不足。校長同書記嘅關係不正當嚴重違反私隱。校長竟然無恥到濫用職權，私自將其他老師嘅高度機密、涉及個人利益嘅 appraisal 拆開，直接咧飛咗去嘅，直接咧就攞俾個冇教學資格、冇權限嘅書記共同分享同埋點評。校長將員工嘅私隱咧當做普通文件，當八卦咁樣攞俾啲親信傳閱，完全毫無專業操守，嚴重違反私隱條例，令人質疑兩者背後係咪有不正當嘅利益關係。歧視外貌同埋學生，校長把口咧刻薄到極成日對人咧批評頭品足，嫌學生醜樣或者皮膚黑，就唔俾人攞獎同埋代表學校，又睇唔起住公屋嘅學生。佢仲公然笑人肥最冇口德嘅係佢竟然同校務處個書記一齊幫校內需要學生
起侮辱性嘅綽號，帶頭欺凌。好啦，校務處嘅職員咧零工作量，蛇王吹水，強行越權。校務處嗰個書記咧根本就冇學歷、冇牌，亦都冇任何教學資格，但係咧態度惡劣傲慢。最離譜嘅係咧，校長係完全縱壞佢嘅，根本就唔使佢做嘢，連校務處最基本嘅收茶點費、處理家長支票等行政雜務都夾硬塞晒俾啲老師做。校長咧同個書記咧全日基本上淨係坐喺度吹水同埋食零食，而個書記咧仲經常擅自衝入課室對住啲細路大喊大叫，用廣播系統亂嗌，甚至多管閒事插手學生私人家庭事。雖然家長職員投訴不斷，但有校長盲目包庇，次次都拍拍籮柚就冇事啦。而且第8點，中意恐嚇侮辱人，極度盲目自大，濫用警告信。校長極度官僚自大嘅，對自己身為校長嘅職位感到盲目驕傲同埋自豪。最無恥嘅係，只要有任何事情唔順佢個人心意，就算對方根本冇做錯嘅話，甚至本身係啱嗰個校長都會無理取鬧，有啲就恐嚇要出 warning letter 嚟去心理勒索老師。佢最中意就係用言語貶低同公開羞辱下屬，營造恐懼嘅環境。第9，自己同書記無故坐擁大量補假，請假政策係玩雙重標準。老師請病假事假甚至喪假都常常被拒，話喪假都被拒唔係啩？病到死都要返工。咁但係校長自己同校務處個書記就直情係特權階級。兩個人無端端會有大把唔知邊度嚟嘅補假，完全唔知啲時數係點樣生出嚟嘅。佢哋中意幾時放就放，個書記之前甚至可以放足接近1個月嘅假去外遊旅行，極不公平。第10點啦，從不出席學校大型活動同埋家長日。作為一校之長校長極度不負責。不論係學校舉辦嘅大型活動，甚至連最需要校長助陣同家長溝通嘅家長日，佢都可以完全唔露面，所有嘢就留低俾啲老師近，自己就處身於事外。好啦，11，哇，真係犀利啊！射波管理、極差管治同埋恐怖流失率。校長口講嘅 work-life balance， 但係自己日日準時5點鐘就閃人。然後就逼下屬 OT 到夜未央，即係9點至10點去做埋啲雜務。佢長期早退就搞到校內完全冇人主持大局，老師就要硬食佢留低嘅爛攤子。而且佢啲管理極差，仲要極度情緒化，日日喺校內橫行霸道，瘋狂發脾氣發癲，極不專業。好彩班全體員工真係好溫柔，平時吞聲忍氣唔出聲，但係因為呢種嘅腐敗管治老師都頂唔住，唯有集體跳船。每年大約都有10幾位嘅同事離職嘅，流失率係高到恐怖。第12啦，當下屬係私人亞4，校長嚴重濫權，當下屬係佢私人助理，成日利用職權去命令啲老師或者職工去幫佢處理私人雜務，甚至幫佢接送個女放學，完全越過專業底線。好啦，第13點啦。黑薄遲到政策，學校啲遲到政策直情係變態，遲到幾分鐘啫，例如3至5分鐘，就一定要星期6返去補返，仲要唔俾喺本身返工嗰個星期6嗰度扣，佢完全係唔理人哋住得遠唔遠嘅，每單 case 仲要當月清，即係月清冇得累積，真係冇一間會咁樣懲罰性同唔講道理，哇！13宗罪真係犀利啊 OK。咁我哋睇下啲觀眾講啲咩先。咁有啲人就話報東張啦，喂咁樣呢個 blue 佢就話 N 年前嘅用家，即係佢以前都係小朋友啦，讀過呢間馬灣嘅，揾日落樓下睇下先。200蚊茶點疫情後一日得1個包，以前係工友自己煮，又南瓜粥又芝士三文治，估唔到依家得返個蘋果。幼稚園老師試過夜晚8點打俾我，同我傾小朋友嘅事，我都問佢點解你仲未收工咧咁樣。咁跟住呢個 Katrina Blue 就話啦，唔怪得知咁急請人啦咁。
咁若然真有其事，強烈建議所有人推向東張，製造輿論壓力俾該問題學校同埋教育部，保護自己小朋友由自己做起。正所謂咩？官官相衛，直接報上去都未必留意啊，但係報東張咧，啲部門就做嘢啦咁樣。佢哋OK，佢咧就提到就話佢哋係咁請一啲大陸嘅老師增加失業人數。貪錢都算啦，扣小朋友嘢食小朋友食唔飽真係唔得，搞 L 錯。咁呢個黑校長室就話啦，係食中間游水。咁好啦，呢度就有一個嘅其中一個觀眾咧，就即係一個長篇文啦長篇嘅回覆。樓主講得一啲都冇錯，可以證明全部嘢都係我嘅親身經歷，甚至可以講樓主寫出嚟嘅嘢，連個校長做過70% 都冇即係只係寫咗70%啫，都未夠，大把衰嘢攞出嚟。咁佢咧就咁講嘅。首先我想講清楚，見到有人話超收可能係 AM 同 PM 班一齊放學，但我可以證實嗰班係全日班，全日班係有成差唔多30個學生喺同一間課室，完全違反師生比例同埋教育局上限。關於茶點，我想幫手執翻正個重點，唔係話每個淨係食蘋果，佢哋每日其實有食唔同嘅嘢，但係份量係極度離譜。例如一個蘋果要分俾幾個學生食，一條粟米要分開俾3個學生 share， 份量少到根本冇可能係有多出嚟嘅嘢俾細路添食。幾年嚟都係咁，連細路食落肚嘅嘢都要慳，掛住賺錢。仲有逼老師簽假收據，編做虛假財務記錄，全部都係事實。佢把口仲要衰到貼地，歧視學生不特止，連對住咁細個嘅小朋友都可以以貌取人，極度刻薄。學校今年咧仲新增咗國際班 IB International， 咁我就唔確定有冇違規啦。但係你去睇翻教育局或者幼稚園瀏覽嘅網站，根本係冇記錄嘅。總之呢間學校咧大把黑幕，樓主今次寫出嚟已經係手下留情啦。喺入邊做嘢嘅真係好恐怖，好大壓力。超慶幸自己一早走咗，唔使再每日承受嗰個校長嘅恐怖精神分裂同埋語言暴力。呢個嘅呢個網友留言啦，咁佢就係一個曾經嘅喺入邊嘅教職員啦。咁亦都有呢一個屯門嗰間咧勁好膳食茶點都有粥啦、牛奶麥片嘅，小朋友食得好開心。咁老師又關愛個月咧都一大段 WhatsApp 嚟報告嘅咁樣。咁大家唔知點睇啦 ，OK？ 即係如果你睇翻啦即係佢咁多點啦呢度咁入邊都當然就係指控緊即係呢位校長啦，係咪？咁簡單啲講啦，入邊咧即係如果講到咁樣嘅話咧，首先第一點就係教育局嗰個管理之下嘅問題啦。第二點咧，呢個隨時係 ICAC 喎。咁坦白講句，如果係有教職員覺得真係有問題嘅，應該盡快要報 ICAC 呢個第二點咧，絕對係 ICAC。咁至於第三點咧，就好難講嘅。第三點當然啦，係大家都睇緊一個客觀嘅事實啦。咁但係有冇一個足夠嘅證據去鋤佢咧？咁又要視乎翻，又要睇翻條細數啦，同埋大數咁呢個就難講啲啦。好啦，咁至於你話OK 第四點，咁呢啲都係一啲客觀嘅事實啦，係咪？好啦，第五點啦，講到就係同呢個書記嘅關係不正當，完全不尋常兩條友根本就係喺度恰細路、恰老師、恰教職員咁。咁呢個確實啦即係大家如果即係其實有任何一啲嘅問題見到嘅時候咧，係都應該去投訴。咁但係個問題咧就係投訴無門喎，係嘛？因為你同翻呢一間嘅幼稚園去投訴個校長佢最多睇完咪少一少，係咪？好啦，定係要去到呢一個嘅幼稚園嘅即係總部啦，係嘛？或者集團啦去舉報，咁先至可以係完成到大家嗰個嘅一個指控咧。咁所以咧今次呢一單新聞咧都係同大家揚開出嚟有任何一啲嘅，如果你哋有任何一啲嘅睇法啦，或者有一啲嘅意見啦或者甚至乎有一啲嘅經歷不妨可以喺影片留言區嗰度留低我哋交流下傾下偈，好嘛？好，咁今次咧報呢一單新聞咧到呢度，多謝各位。